大家好，我係 Alex，今日想同你講一本改變咗我對領導力完全睇法嘅書，Robin Sharma 嘅《The Leader Who Had No Title》。呢本書喺 Goodreads 攞到4.1分，超過9000個評價。雖然唔算主流暢銷，但已經感動咗唔少人。我點解會揀呢本書？因為我成日聽到人講我又唔係 manager 點 lead 人啦，但係其實你有冇諗過領導力根本唔需要 title？你可以係 intern、freelancer、父母、補習老師，甚至餐廳侍應。只要你肯承擔，幫人閃亮，你就係領袖。Robin Sharma 其實唔係商學院出身，佢以前係律師，喺事業高峰突然辭職，去揾自己人生意義，結果寫咗《The Monk Who Sold His Ferrari》爆紅。佢真係親身體驗過外在成功但內心空虛嘅感覺，最後一步一步行返出嚟，真係活出咗無名領導嘅精神。一開始我都懷疑冇 title 真係有影響力，但睇完本書，我認真覺得 Robin 講得好有道理。真正嘅領袖唔係靠職銜，而係靠態度。Robin 講咗一個好深刻嘅故事。有次佢參觀退伍軍人醫院，見到一個做清潔30幾年嘅叔叔，每日都笑住同病人打招呼，鼓勵新嚟嘅護士搬輪椅。佢問：你只係做清潔，點解咁有熱情？叔叔答：我唔係做清潔，我係幫士兵揾翻尊嚴，令醫院變成希望嘅地方。咁呢種心態就係無限領導嘅精髓，唔受角色限制，用態度影響每個人。連院長都話，成個醫院最大嘅正能量來源就係佢。Robin 第一個重點係你唔需要升職先發光，每一日都可以做領袖。佢話做人好似演戲，唔一定做主角先出色，有啲人做配角，但每次出場都令人記得就係實力。我有個朋友啊，幫做 IT support，冇人覺得佢重要，但係佢唔止幫人解決問題，仲會教人備錯。慢慢大家有事都揾佢，佢聲望仲高過 manager。咁所以實踐建議係每日問自己點可以比尋日做得更好。唔好等升職先學領導，細節就見真章。第二點，領導唔係支配人，而係自我帶領再影響人。Robin 講過一個好生動嘅比喻：電池冇電，點差到人？如果你冇提升自己，又點帶人？我試過做 mentor，但嗰陣自己都迷失。之後我開始聽 podcast，自學簡報，慢慢成為最受歡迎嘅 trainer，連上司都揾我搞 training，因為你準備好咗，機會自然嚟揾你。喺實踐上邊，你可以每日用10分鐘學一樣嘢，聽一集好內容，寫3句反思，累積落嚟，你就會越嚟越有料，人哋都會想同你行埋一齊。咁最後一點，Robin 話呢，領導力係善良加勇氣。佢話領袖就好似螢火，唔一定最大，但係最溫暖，可以照亮人、聚起人。我喺一間 startup 做過。有個女仔 Candy 唔係 team head，但每次有新人入嚟，都係佢主動帶人熟公司文化。有人緊張講錯説話，佢會幫 handover。大家都覺得 Candy 先係真正嘅 team leader。所以你可以由一句鼓勵説話、一個細心提問開始，做個情緒支柱，最唔起眼嘅溫柔，影響可能最深遠。咁睇完 The Leader Who Had No Title，我最大嘅轉變係唔再覺得冇 title 就冇價值。我會問自己，我今日有冇幫到人變得更好？領導唔係職位，而係你選擇點過每一日，係你嘅態度、誠意同正能量去感染人。記住一句話：想做晒所有嘢嘅人，最後乜都做唔好；但係專注每日做得最好嘅人，會令人難忘。都係嗰句，聽完萬卷書，務必踏出第一步，你嘅人生先會改變。